喺戰火蔓延嘅中東地區，槍聲同炮火基本上都從未停息過。好多人都以為呢片土地只剩下衝突同埋動盪，但係黎巴嫩呢個被戰亂撕裂嘅國家，竟然誕生出一支被譽為黎巴嫩酒王嘅世界級葡萄酒——索托穆沙。呢一支酒唔單止係黎巴嫩葡萄酒嘅驕傲，更喺全球酒壇寫下咗傳奇。酒莊創辦人同埋團隊，即使喺內戰最激烈嘅時期，依然冒住生命危險堅持釀酒，最後令到索托穆沙揚名國際。Y So Funny 今日帶你走過烽火大地，一齊深入了解下呢一間充滿故事、喺戰火依然屹立不倒嘅黎巴嫩酒王。索托穆沙成立喺1930年，由當時只有20歲嘅 Gaston Hocha 創立。佢年輕嘅時候去過波爾多旅行，受到當地頂級酒莊嘅啟發，翻到嚟黎巴嫩之後就喺 Bekaa Valley 種植葡萄。Bekaa Valley 海拔高，日夜溫差大，土壤多，石灰質同礦物質，係釀造葡萄酒嘅理想地點。黎巴嫩本身就係世界上最古老嘅產區之一，有超過6000年嘅釀酒歷史。去到60年代 ，Gaston 嘅長子 Serge Hocha 正式接手酒莊。Serge 喺波爾多大學讀完釀酒，將先進嘅技術同葡萄酒知識帶翻黎巴嫩。最令到爸爸驕傲嘅係，佢幾乎冇因為黎巴嫩內戰而中斷過釀酒，唯一完全停產嘅年份只有1976年，當時內戰啱啱爆發，局勢極度混亂，冇人能夠進入葡萄園。喺黎巴嫩內戰期間 ，Serge 同團隊冒住槍林彈雨，繼續打理葡萄園同釀酒，依然保持高品質，成為葡萄酒界嘅一時佳話。Serge Hocha 講過，每一支 Chateau Moussa 都係和平嘅信號。Chateau Moussa 當時遇到嘅問題，應該係世界上其他酒莊都唔會遇到。每一次採收運輸都係生死攸關，因為穆沙嘅葡萄園位於 Bekaa Valley， 但係釀酒廠就距離 Bekaa Valley 70公里以外。喺內戰期間 Bekaa Valley 通往酒廠嘅必經之路佈滿咗軍隊、民兵武裝同檢哨站。每年嘅採收季節，必須要冒住炮火喺槍林彈雨同坦克之間穿梭。酒莊多次遭到轟炸，員工成日要喺地窖入邊躲避炮擊。經常斷電嘅情況下，亦都令酒莊無法依靠現代嘅控溫設備，咁樣反而逼到佢哋走向更極致嘅自然釀造法。講翻穆沙成名嘅故事，1979年 Chateau Moussa 喺英國嘅 Bristol Wine Fair 一舉成名。著名嘅酒評家 Michael Bourbon 盲品後，將1967年嘅穆沙形容為世界上最偉大但冇人聽過嘅葡萄酒。呢一個突破性嘅表現，令到穆沙瞬間擊敗多個法國名莊，迅速揚名國際，從此奠定咗黎巴嫩酒王地位。權威嘅雜誌 Decanter 更加頒發創刊以來首個年度風雲人物俾 Serge Hocha， 以表揚佢喺戰亂中堅持釀造優質葡萄酒嘅非凡貢獻。Serge Hocha 被譽為黎巴嫩葡萄酒之父，佢嘅堅持同勇氣至今仍然係全球酒壇嘅傳奇故事。Chateau Moussa 旗艦紅酒主要用3種嘅葡萄混釀 Cabernet Sauvignon、Sauvignon 同 Cabernet。穆沙嘅葡萄藤多數平均樹齡超過40年，採用低產量種植，每公頃嘅產量只有15到35公升嘅葡萄酒，果實濃郁度極高，釀造嘅過程極具耐性。紅酒先喺混凝土缸發酵，之後喺法國 Nevers 橡木桶陳年約2年，之後再喺酒莊嘅地下室繼續陳存。酒款通常要等到釀成後7年先推出市場，係全球最有耐性嘅酒莊之一。咁樣做會對酒莊嘅資金流同埋庫存管理有巨大嘅考驗。依家極少有酒莊願意壓7年嘅時間先賣出便演。佢哋採用有機耕作，唔化肥唔除草。呢一種做法喺炎熱嘅 Bekaa Valley 完全係放任。呢一種完全放任唔加人工干預嘅做法極高風險，極易令到葡萄酒變質或者染上細菌。不過咁做係為咗保留最純粹嘅風土特色。除咗旗艦級嘅紅酒之外，仲有 Hocha Rouge 白酒同其他系列。白酒用本土嘅古老品種 Obadiah 同 Merlot， 據說呢兩種葡萄同 Chardonnay 同 Semillon 有親戚嘅關係，陳年能力一樣咁驚人。Chateau Moussa 年輕帶有深紅色、黑加侖、黑櫻桃、plum 嘅果香，伴隨住地中海香草、紫羅蘭同少少嘅香料味。隨住時間嘅推移，會發展出皮革、煙草、乾果、蘑菇、泥土同動物皮毛等複雜嘅3級香氣。單寧變得幼滑，酸度依然活潑，餘韻悠長。穆沙最迷人嘅地方係紅酒往往帶有一種獨特嘅指甲油味或者香蕉皮氣味，帶有微氧化嘅老酒質感。呢一種喺現代學院派入邊甚至係釀酒瑕疵，但穆沙將呢種味道馴服為葡萄酒靈魂嘅一部分，全憑釀酒師近乎直覺嘅經驗。
而最令人驚嘆嘅係陳年能力，抹沙有好多20至30年甚至更老嘅年份，依然充滿活力同優雅，被形容為活生生嘅葡萄酒，風格介乎喺波爾多同地中海之間，但係又有自己獨特嘅黎巴嫩靈魂，既有結構又有野性同個性。Chateau Moussa 係全球葡萄酒界嘅一個傳奇，佢唔單止只係做酒，更加極端地理、極簡嘅天然釀造法，以及同長年嘅戰火搏鬥，值得每一位愛酒人士去欣賞同珍藏。你又有冇飲過 Chateau Moussa？有冇興趣試下？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我哋係 Why So Honey，下次見，拜拜。另外，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定期會收到最低嘅葡萄酒優惠。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掃一掃個 QR code，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我哋係 Why So Funny，記得訂閱、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下次見，拜拜。